講教育。好，我哋繼續走訪唔同嘅院校咧，去為大家搜羅一啲入學嘅資訊。今日咧就請嚟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劉善雅博士喺度嘅。Hello， 你好。Hello， 大家好啊。係咁請問一下喺中文大學嘅安排底下咧，有冇就住 JUPAS 考生嘅一啲特別招生計劃，例如透過非學術嘅成績咧，可以去睇一睇同學嘅表現等等㗎？可唔可以請劉博士為我哋介紹下咧？當然冇問題啦。其實我諗有啲渠道咧，同學都應該都比較熟悉㗎。即係喺 JUPAS 裏面咧，我諗大家比較聽得多嘅就係校長推薦計劃啦。咁可能校長推薦計劃都會要因應翻校長本身對個同學可能有啲邊方面嘅才能啦，去推薦佢。咁但係撇除咗學術之外咧，其實都仲有其他嘅渠道嘅。咁我都想同大家介紹下，就係中大嘅運動員獎學金計劃啦，同埋學生運動員學習支援及入學計劃呢兩個計劃先嘅。咁喺呢個計劃嚟講，譬如中大運動員獎學金計劃咧，其實同埋呢個頭先講嘅 SELSA 嘅計劃咧，都係可以增加優秀嘅運動員入讀中大嘅機會嘅。咁同埋咧，我哋嘅設計咧都係希望同學可以喺學業啦同埋運動之間咧可以攞到個平衡嘅。咁為咗配合同學嘅訓練啦同埋比賽需要咧，咁甚至乎咧，如果同學係以呢個學生運動員學習支援及入學計劃入學嘅同學咧，佢哋嘅修業年期咧係可以由一般嘅4年咧係延長到最多嘅12年嘅。咁我哋過往其實每年咧都有10幾位傑出嘅運動員透過咧呢啲計劃係入中大嘅。咁最近期咧其實咧現役嘅學生裏面咧都喺最近嘅全運會裏面咧係攞到好好嘅成績㗎。咁所以我哋都好開心啦，即係啲同學即係可以發揮到佢哋嘅運動員嘅一個才能啦。咁其實呢兩個計劃咧，我哋而家都接受聯招同埋非聯招同學嘅申請嘅。咁截止日期咧就喺1月初啦。咁有興趣同學咧，咁不妨咧留意下，可以喺網上面睇一睇我哋嘅詳情嘅。咁其實除咗咧運動方面咧，咁中大都有參加咗教育局嘅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簡稱 Saunders 嘅。咁呢個咧其實就其實睇同學咧喺譬如喺音樂啊、藝術啊、社會服務、STEM 呢啲範疇咧表現突出嘅同學咧而設嘅收生途徑。咁所以咧呢啲一個係就比較一啲似咧係課程同學生配對嘅計劃啦。咁可以等具備啲特殊嘅才華同埋興趣嘅中學生咧，可以有機會咧俾中大直接無條件嘅取錄嘅。咁其實過去每年咧，我哋都收50幾位同學咧，其實透過 Saunders 入讀中大啦，而當中咧亦都有學生係直接錄取去到內外全科醫學士嘅課程，計量金融學同埋風險管理學呢啲咧都比較咧其實係好 popular 嘅一啲嘅課程啦。咁而呢個嘅 Saunders 嘅計劃咧，其實係同聯招咧並行嘅一個特別嘅途徑嚟嘅。咁中大咧其實就會喺出年嘅1月初咧聯絡學校咧係推薦呢啲申請人啦，咁等同學同埋中學咧可以直接遞交呢啲文件咧係俾我哋大學啦。咁之後大學咧就會為每一位同學咧安排面試啦，深入了解佢哋其實嘅興趣啦、才華啦。咁我哋大概係會喺6月底咧，即係話喺文憑試成績公佈之前咧，就會通知同學係咪你會已經俾我哋取錄咗啦？咁同學咧如果係接受呢個直接取錄嘅話咧，佢哋嘅 JUPAS 嘅申請咧就會自動咧喺我哋嘅系統裏面咧就會剔除咗㗎啦。咁除咗直接取錄之外咧，中大亦都會喺呢啲申請裏面咧挑選喺藝術、體育或者社會方面表現得特別優秀嘅同學咧，我哋係會頒獎學金俾佢哋嘅。咁所以同學咧係唔使擔心，你哋係唔需要特別去申請嘅。嗱，頭先聽到就係1月初嘅嗰個截止日期，大家要留意啦。當然詳情就要去翻網上面去睇翻確實嘅日子。但係除此以外咧，有冇啲重要嘅文件啊，同埋錄取流程上邊所需嘅資料，劉博士可以為我哋介紹翻啊？好啊，咁呢個都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因為咧喺我哋頭先講嘅唔同嘅計劃裏面咧，有啲可能係1月就會截止啦，亦都有喺1月裏邊都分可能唔同嘅階段。咁所以同學咧，盡量咧就係咧早少少咧準備好你哋嘅申請材料啦。咁留意唔同嘅途徑咧，佢哋嘅截止時間都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咧，你一邊準備公開試嘅時候咧，亦都一邊咧要密切留意翻咧本身我哋官方網站最新嘅資訊，同埋咧最緊要就係咧一定要 check email 同學。咁我哋係會電郵通知同學啦，咁避免就係錯過咗好多時就係申請嘅時間，或者有時我哋通知你哋面試嗰陣時咧，同學可能係會 miss 咗㗎。另外就係咧都有少少 tips， 就係話如果真係有面試機會啦，咁你有啲乜嘢可以咧話俾我哋聽嘅咧？咁我哋本身譬如 SPN 啊、運動員獎學金計劃啦，其實我哋都好重視同學嘅
嘅全人教育嘅。咁我哋唔係單單睇你哋公開考試嘅成績，因為公開考試成績或者你本身學校成績咧，我哋已經可以喺成績表裏面睇到噶啦。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有機會嚟到我哋面試嘅話咧，話多啲俾我哋聽，你課外活動啊、社會服務啊，同埋咧你哋嘅領導能力各方面嘅表現，咁咧其實咧令到我哋去了解多啲你哋啦，尤其是就係話喺社區、校內、校外去到國際層面唔同嘅領域嘅參與，等我哋多啲了解你哋。同時咧，當然就係話你哋要真誠啦、熱情啦。咁面試除咗就係表現咗你哋嘅個人嘅能力咧，亦都等我哋啲教授咧知道你對嗰個學科嘅熱誠，同埋咧你喺中大嘅時候，其實點解你要嚟中大咧？你個動機係乜嘢咧？咁往往咧都係呢啲咁嘅真誠咧，其實好能夠打動到我哋教授咧，係就係考慮取錄同學嘅。咁有冇文件上邊需要特別注意嘅地方可以提醒下同學啊？有啊，有時同學可能咧，你哋可能啲文件咧，盡量就有時同學會影一張相，咁樣就會 send 上去個 portal 度。咁有時呢啲文件咧，可能又唔係好清晰，或者咧可能咧係會扭轉晒咁樣。咁我哋都建議同學咧，如果可能嘅話咧，盡量就係將呢啲文件可以 scan 好佢，你影相都 OK 嘅，但可能做好少少你哋嘅 filing 裏面話翻俾佢聽係邊啲年份啦。咁有時同學有時可能好多唔同嘅獎狀咧，都會有少少亂嘅。咁我覺得同學最好就係排翻好啲日期啊，排翻好每一類型嘅比賽，咁將呢啲資料整理得好好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感受到咧，呢個同學嘅組織能力咧係會好強，都會幫到我哋加分嘅。其實，咁另外都可唔可以問多少少劉博士咧？有關計劃喺以往嘅招收情況係如何嘅咧？頭先講到人數啦，咁但係科目上邊有冇話就住邊啲科個報讀嘅成功機會會比較大啊？其實咧，我哋又反而唔係咁睇嘅，我哋都希望同學喺揀科嘅時候咧，都係以佢哋自己本身嘅興趣咧為一個中心啦。咁亦都體諒到其實運動員本身自己其實佢哋自己嘅訓練嘅 schedule 都好繁忙，所以同學係唔需要太擔心，就係話有冇一啲科目其實係會有得呢個取向咧。其實我諗其實喺我哋學校嘅各個科目嚟講咧，對同學咧都係以一個好平等嘅原則係去睇翻佢哋嘅興趣，同埋睇翻佢哋嗰個入學狀態，就唔會話因為某啲科目係特別容易入啊，某啲科目特別難入嘅。明白。咁另外咧，有關非 JUPAS 考生，即係可能係報考海外嘅公開試啦，又或者啲海外考生咧，其實上述計劃都適用啦，但係有冇啲細節上邊係有安排嘅分別，大家要特別留意㗎？我諗咧喺呢度情況嚟講咧，我諗同學最特別嘅身份都因為佢哋係運動員嘅。如果佢哋係以呢啲非聯招，即係話可能係以 IB 啊、GCE 啊其他問題或者副學士嘅學歷去申請嘅話咧，其實大致上咧同其他嘅報名學生咧需要嘅繳交嘅文件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咁最後咧都問到一次有關即係香港中文大學喺以上計劃嘅啲招生上邊咧，劉博士有冇 tips 俾大家可以增加大家嘅成功報讀機會啊？我諗咧，同學如果係真係想入嚟嘅話咧，我諗表現俾我哋睇，其實你本身其實對你哋自己本身入嚟中大有啲咩期望啊，或者你對自己其實即係運動嚟講，其實你想點樣去發揮嘅你嘅所長啊？咁我諗我哋都好希望即係聽多啲同學嘅分享，亦都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可以咧能夠接觸到呢啲同學嘅。好，今日再次多謝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劉雅倩博士嘅分享，唔該晒你。